些老队员嘛，扎西啊、阿拓啊，有一跑一点，有点少，给他走马，很自然的。这个老店是哪里？今天还算比较早。反正永吉这边应该是比较忙的时候，因为马上开学了嘛，马上开学了，星期五开学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休息吧。今年节日快乐吗？不会吧，中元节。他们两个也没来，还没来。他们两个。去游泳。啊，来了吗？
真。
对，现在28度，已经降温了，对，降温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他喜欢小朋友。没事。他看不看我的手机？没事，他喜欢小朋友。他看不看我的手机？我知道啊。他怎么不看呀？他在看跳舞。他在看前面跳舞。他在看哪个跳舞？一大片哦，都在跳。他不喜欢男生还是男生？他肯定不喜欢我。他怎么长那么多毛啊？好舒服。你觉得本来就这么多毛，他现在剪了，剪了一半。他不是没剪的吗？之前更长，他的毛毛更长。但是他怎么那么多？对啊，根据这个频率。他会不会听小孩的口令啊？一般会，他经常在一起就可以。比如说你刚刚才认识，那会不会听你的话语？肯定要听嘛。那你试一下噻。现在跳舞啊，他看跳舞。那他跳舞？他看他们跳舞哈。哦。那他为什么不跳舞？他怎么会跳舞？他只能看。
还有一个更，这边一个黑色的，它也就在一起吗？我可以摸它的鼻子吗？可以摸。我不敢，我就不敢。没事没事。我害怕它挑手了。不会。它牙齿尖不尖？有点，前面有点尖。对啊，我往前面走，往前面走，这边窗户它要爆。然后小拉莫，袋子。你长大以后也可以养。他们是。看团队38个，其实只有37个。他是不可能要求在外面的，比如说阿加拉姆，还有那个小罗那些，还在成都。这个小朋友可以。我就上去问你，我本是发了。要不然不要小朋友这个还有一份儿的去调嘛。
跟着一起跳，对，看嘛，还一起跳。这儿还来一个。
这个小贵人，我这个有点长，4分半左右。现在几点？这个跳应该就是跳金刚舞。正常，我妹妹每天上班7点，到晚上10点半才回家。以前养个博美没时间，放在厕所里面，晚上回去才放出来。好兴奋啊！我出来，然后交给我养。因为我妹妹班主任带了急救，从1年到6年级。在后面啊，注意到。
这个小朋友不叫名字了，是个印象。
好来摆个镜头。
下次还有好久有。好了吧，好了。下雨了。对，我也觉得好凉，月亮非常亮。姐姐，之前的。哎呀，东西那个东西。不需要可以。九级，九级，这干什么？7月半。哈哈。张希在这里，张希在这里。应该不是吧？
我坐在这里。金刚经20分钟。看手吧。这个区几斤重？大档，有点长，20分钟，15分钟。这个金刚舞啊，太长了。这个都晓得啊，都知道20分钟。我经常跳都不晓得有时间的，我晓得这几个就会觉得慢。哎呦，真的呀！哦哟，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。太感谢了，你们点赞就是我的动力，好吗？每天晚上8点。上9段的，宗教的这种，跳了相当于。刚刚过来啊？刚刚在那边嘛。那边开的。我看你车停我前面。在。直接路上了就。不是上去。热吗？这温度现在好一点。前面是要自动关机。热的不行，你换系统了？没换还是5级。这个好用，这个。脚踏车是差一点。绝对有几个。没增距吧？没有。是35的开始。对，35。70头也太近了。横版的，细版的，横版咱俩。那就开啊。检查工作，给你买面跳舞。有什么味道呀？有没有味道？7摇摇跑了串。他这个小朋友刚刚不跳舞啊，先想跳了一下。看一下，往那边看一下啊。
准备了。都送。红包好高嘛，有点气。那接近7了。对，没穿水服，在后边。这两个来了。哎，1147都走了，应该去跳舞去了，跳的。对啊，第一次来嘎，从来没看过。就是。不晓得今天晚上得不得？是，就去了噻。有啊，我也去跑去了嘛。现在肯定跟搬回去。然后第一次看到那边来进场。其实以前都有，他以前规定了专门。哦，我还没注意到。还做历史嘛？啊。我每次都是我有哪些只要那边开始跳进来，我就走。那个石球窑也不在那边。那在哪儿嘛？在店里。哦，刚才我看在店里。最厉害的。店比较紧啊，叫的。5毛钱都到后面去了。第4段嘛，第几段？反正一共9段。我了手机都没关，手机都没关屏幕，他手机安是屏幕贴好的。昨天晚上贴了10多段，全部我也没管那些。拿手机拍的。我都是拿手机拍。我以为你是拿的那个大的里头截出来的。咋可能嘛？那效果的不一样嘛。这个相机拍出来，剪出来效果不一样，好得多那个。我都没弄了，我觉得每次3个就做，我几秒钟10秒钟弄个视频那，反正
自己手机拍了传上去吧，好像不行。听说可以接受，拥挤都来得少了，知道这个网上开始。这一段又不一样了。那就是吧，差不多。没事，很近。镜头插一下。做这个做飞运动的。这就像在做别运动啊，做运动之前是要热身嘛，热身运动的。
别韩文，韩文名。来，先把加油。把球过里就是能讲到。OK。在跳舞啊，玩游戏。玩游戏。哎，他们三个在这儿，这个位置。快叫西西嘞！对，还有一群。还有。躺下行吗？他是不是在找那个？哎，这就错过。在一起啊，知道吗？Yamaga
9点多，9点44，9点半。是这个人多，其他地方就是。我呢？来了。师傅，我妈姐给交给丁叔他们吃。我们先不去，去不去？小来等会儿嘛。这儿还没走的嘛？你上去嘛。我去拍下我泳池了。没买去在哪呀？好，没拍下。帮忙把你给我给老师照个相嘛。来，老师，拍照，拍照，来，我收走了，给老师照。我照了。这面不好了，这面。开点花絮。好的。挺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永杰老师啊啊。还要跳吗？再跳一个。每天1周花1个吧，至少。他不用花那么多，没必要。他做的随时大堆。真的，外面这钱不想收了，钱没来这儿了。他们不去这儿跳，他们都在去。他先来的时候去的早，他怎么没来呀？没多远，你能去吗？当然是想。2路。只要报第2次，1000报过1次。差不多。知道啊？可以用真的吗？不是用真就是用真的话多少？爸爸别嘛！可以了。他刚才来了就在找你，他说怎么还找？他跟我说怎么没看见呢？我找你妈妈不是的，他这个找你是我等一会儿要来，对不对？来了嘛。现在都收了，都不让跳了。那现在不跟开店了嘛？意思就是。那次给他骗子。哎呀吧，他问我怎么。现在关灯了的嘛。我说以前不是他用机拍了个作品吗？对。就拍了他。对。就拍的是他。对。他早点我跟你说哦。他想跳就跳。你花在路上，这个时间点。这月亮好亮哦，月亮你看没有？好亮。这花还没开呢。要去听过吗？哦，做啥？做地铁。哦，刚刚40分钟。
啊，张家1号吗？张家1号。哦，罗妈妈，走啊。张家1号。他们没去嘛，那么二一起耍噻。哪个朋友？哪个？哦，你们去嘛？哦。走嘛，去直接送。走嘛，走嘛。走嘛。我应该说，因为他们啊900公里吧？不知道啊。啊。我比就是那个上年纪的那个。我晓得不知道。高啊，那个气球在。我以为他是气球。不是，他是那个的吧？川普。你们去多少人？然后待4天。那张家1号，今天那个李长工嘛，他俩想到7阳公去嘛，后来走嘛，你去。不是说他们要，我们就不去7阳公呀。是他们团队要去拍个视频在张家1号。可以。走来片嘛，走吧。车子停这儿吧。我的电动车被给总骑过去了，然后我就你去不去？等会儿过去噻。啊，我就坐你的。好吧，走。那后面站。海老服票去。海旭那个服务员他们一起坐电坐地铁走了。好，走吧。好啊，你们是我都不想去。你们不去，他们坐危险了。Jackie， 你得走走。刚才说过的大声。这个。包在哪里啊？包在车上面。哦，我的指甲，指甲，我的相机指甲没拿，我的摄像机指甲。啊，我的指甲。等一下，我的那个指甲没拿。你不要了吗？我要啊，好，我拿了。我的给我拿了。我的稳定器。我想把那个拿放车上。搞忘了。差点又想到先去罗马那个。你掉好贵哦。这个贵8000块钱。就是噻。这个不，本来我想，我说他们有些要直播的可以放到上面，但放矮了，我想算了。哎，搞忘了，完全。这玩意是7的。哎，这个有点重，7、8斤吧。这个还方便些。我本来想弄那个架子的，但我那个下面那个卡壳呢，座子没装。走吧，去罗马。哎，去罗马噻，他们那铁视频嘛，说的是。走啊，去看一下嘛。等会儿过来。他们，但是那个邓真好像说的他们不去，不承认噻，他们去噻。好。你我开车过去，开过去可以停到，肯定没时间了。张家1号。啊，开车往你的前面挑头。啊，对。那边好停嘛？好停啊，停到那个路口就出来。可以啊，那你开车嘛。我每次很爽台湾的第一工作就，然后下马看。没有。看来继续的。人都当时的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多子汤姆多专团队。传统的多专汤姆，传统的多类专业，现在一切人人民都干是做的人民啥不的。没有，90万，那个8万1年多吧，1年。大家好，我是9月7号第2届德云县民主文创交易率
盛会上不见不散。7号就是5号。这里部分长马经上的，长马经上的拿出的。注意到了一些。你看这个这位打的，这样打的呢。不连不连。那个。长马刚刚走，俺从那抓了长木，多长真重要。现在给你记得你，那个做干你我从这个嘛，你加油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抓长木高中团队，5月7号，德克县民主文创交易盛会上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上次我那个声音最大，这次那个声音他要去4天了，这是。他们要去第一个排球，有啥办？可以，我这里说你要一个你就去了。有点太远了吧？太远了吧？好吧，我看2天都可以跑杆子线。一天反正跑得到路过，上次到那个到从马跟抗中，俺从那抓了项目高中的输赢，现在可以提证明，这些中干你的某种组里的你3倍，3级在跟中民加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灼热长母锅庄团队，9月7号第2届德格县民间文创交易盛会上不见不散。扎西辛苦了，辛苦了！看一下这个。看到你把多的打成10球了，扎西的